我哋常見嘅貧血其實正式叫缺鐵性貧血。當然啦，食翻足夠嘅鐵質可以改善呢個問題。咁坊間成日聽話食紅肉可以補充到鐵質，但係又話擔心唔健康，咁可以點處理呢？其實揀翻啲瘦嘅紅肉就冇問題㗎啦。譬如常見嘅豬展啊、牛展啊、一啲西冷扒啊，甚至乎雞髀肉啊、牛柳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選擇。另外啦，可以同時間即係同一餐前後啦，配合翻一啲高維他命 C 嘅水果，因為水果比較好，係因為嗰個維他命 C 喺煮到超過60度嘅時候會破壞咗。咁水果係多數生食㗎嘛，咁所以就唔會受呢個影響。咁除咗橙之外咧，再高啲維他命 C 嘅，大家可以選擇奇異果啦，甚至乎其他啲嘅莓類水果，例如士多啤梨咁樣都可以。再加埋啦，亦都要留意一樣嘢，就係咧，盡量喺我哋食鐵質食物嘅時候咧，盡量減少啲高咖啡因嘅飲品，例如咖啡啊、濃茶、奶茶呢啲，同埋啦單寧酸嘅飲品都要避免，譬如紅酒呢啲，因為會影響到我鐵質嘅吸收嘅。